眼里头都了解没有了做，眼里头变作是猜给猜题，因为了解有河山，因为了解有河水。了解做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，眼里头都了解没有了做，眼里头变作是猜题，因为了解有河山，因为了解有河水。了解做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都一大东西。哎妈，小杰，来，我爸有吗？这里面呢，我还帮你带了一本书。哦，好啊好啊，谢谢。要不要进来啊？不要，为什么我爸在里面？哦，男朋友，好了。然后你听妈的，你要相信你爸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好，下次再来看你。拜拜。家用实地散风啊，那天摆吃到个死离岸去。我跟你讲，头摆啊，爱村人夫就吃到无买，但了解真的无买强。我知道个死，原来恋爱起搞，一步眼停停。唔會講嚇，唔會，但係，唔上唔記用時，參上到嘅老都會攏做起來聽聽，不說聽不用聽，自己會響。也沒問題啦。萬年第一個事情會變到安尼啊，大家全做亂的啊。就像一條索嘅，老所有嘅人安尼牽來牽去用嘅，當神奇嘅。也安尼講好嘅啊。了解了件事情，也知道人内底好到程度，教嘅观念无爱强用。杜玉荣无像爱着警察讲嘅咁快，
你讲也会呢，迄太甲锁死个好警察，咱有老无穷词体，哪个聪明，起点，唔对，对点慢人长错。嘛该好人，嘛该坏人。陈主编都无按撤退的，了世界就创安尼啊，好坏的，应该做唔得用伊个观念来给天长做。但係唔可以咧檢查，唔會用嚟上啊。下次都無論佢喺罵啥，佢聽說我對佢自家做嘅事情負責任嘅，了做會煩，啱嗌，做會執法嘅人。好嘅啦，了後三個問題就做解決啦，做冇？嗯。所長，要不表現得真好。像按好嘅人才啊，標準與台北買應該嘅啦。我唔記得了，用了是準備到了啊。種起來就要揾人嚟。講我下來啊，應該歡喜啊。也係啊，但係眼睛冇法做嘅。真台北啱喺唔幫我啲面線舉北啊，自己你要比佢鬆鬆些，你條唔想睇嚟下？我可以來去街呢，雖然有一家紐西蘭啊。唔想留下來下。咩唔啲嘅？不過我們唔做乜嘅。後尾啱你講好嘅，就算捱決定留下來，你唔但唱嘅被動啦。是這啊？阿弟，你是被動啊？你想唔想睇嚟下？當初我哋啊，係一模咁樣。
也因为头摆，也无来过了味，无带过了味啊。应该有待过的啊，做得准的。嗯。也对的。我听总不会做本来这个很肥的事情。系啊，人生嘛，快乐不好呀。迄种含有动脑法，像我人讲的，但迄笔徛顶的，煞毋对我写着马克。迄讲哦，我迄个份欣赏伫的，应该伊上爱叫吧？人生嘛，快乐最好的啊，相爱了下最快乐的，希望毋免显的。先讲好，毋是来爽爱。就算来的，你总毋得讲再见的哦。好啦，就算讲再见的，总毋得叫。叫的事情，出入本来个根本欣赏好的。我想哦，咱应该唔去提啥，后期要叫的。啊喂，会对自家较好一位啦，你冇？阿爸唔要，你讲阿爸冇做警察的，办理善当，一见善终的，就代志该你吃都用办。你有休懒哦？你讲正经和讲笑？正经的。我也想做班，不过你班爱做让你走盘，顺便帮你忙。好啊，那样嘛做得了哈。
看不出来你那么强哦。然后这么强啊！看起来那么纯，我会谦虚一点，对不对了？他拿第一名，我当然也要拿来第一名啊！你看奖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给我看，我也要看，哎，还不错哎，很好看呢，看看。哎，所长，宝贝儿子的奖牌。好啊，很漂亮啊。传过来看一下呗。然后那么厉害，第一名的呢？好像比较适合我哈。哪有啦？哎呦，好开心哦！大家都在这边，感觉好像回到幸福里一样。对啊，跟以前一样，都很开心，没有这样子了耶。对啊，对，还是在那边比较快乐。是这样没错了。只是当时啊，没有了。什么？喂，阿朋友，喺嗌啊，嗌阿 V 啊。No，啱唔潛水咯。冇啊，原本要來看小姐嘅表演啊。驚咧，你用墨水咯？但有些事情唔全做睇啦。我行啲嘅蝴蝶館哦。嗯，啊唔好行咧。錯啊。阿聰啊，唔用無奈咯，人我都會主動嘅。我想喺啲入邊定，係講唔係時間，係借上來，我會溝唔到啦。告訴我啲入邊定進來。安尼哦。無啦，捱了步嘅，做夢中了嘅啊，韓總咧轉去嘅啊，佢等下中了後，又轉去請嘅，好。隔掉我。唔會啦，等下轉去嘅，好。好啦。好啊，佢做衰嘅。唔係。好呀，拜拜。拜拜。巴海一甲走，甲巴海一甲走，甲巴海甲巴海一甲走，一甲走，再说一次，甲巴海一甲走，再说一次，甲巴海一甲走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啊。技术，技术，甲固，甲固，技术，技术，甲固。不是，哎，宝岛，这个是我们朋友啦。哦，你好。技术是你，甲固是我。技术，甲固。对，技术，甲固。那我刚刚教你那个拿爱吼，拿爱吼。蘇總，啲毛係咪嘅啊？落去啊？哦。來。用啊？
下晡嘅無閒啊？冇啊，先叫無來啦。嗯，已經無閒啦。你冇啦。先攞呢件菜用呀。先來嘅啊？嗯，我而家落來，我看到個走啲嘅狗皮，有啲食飯未？日撈到幾多壽司呢？好嘅啦。那個阿偉啊，就是聯絡冇？有啊。錢好嘅。上班講廿二嗰啲買題冇啊？嗯，買睇嚟，買個卡太啲，準備要做查驗。會唔判得吧？呀，你唔是唔判得啦？因為客家人咩，就係咁樣啊。就像好鳥咁樣咩，仲係咁樣，曬都曬啲嘅啦。佢有一條飯咩，佢就自家嚟搞。哥啊！當年瓜子啊，你就會轉來咩？你嘅心啊，唔會照聽人嘅啊。你會轉來嘅，係會轉來，唔少啦。要上眼毛。要啊。先上到學校咧，真係啊。華盛頓嚟個冬菇。老台灣共用哦，同步嘅。我都冇上過，你知唔知咧？做地最運開行，你好啊。你叫我做啊？差唔多啊，我想加啲改下條東西，下擺進來，做啲幫向福利，做條事情。我咩太少知咯。我啲啊，我做就啲，不會太小氣。可是我要騙你。啲就好啊。唉，有乜當時咧，我自己生意都唔知做得到人哋做唔到。冇想很多，做得真講係冇。辦公室你出來2年上就會重新考試。都係是而將來嘅人生，你會重新開始。喺度你唔知係咪強人？強人冇強人，全就好啊。人啊，最重要是幸福快樂。管全部人啲嘅定義將來啲好。
李总把老李总的妹勾入牛奶。开天哦，说不定更开心吧，赶草。好了，我忙这事了。要保重。文怡，丽君，你又真来啊？哎呀，爭咗1、2日啦，我有事情同你講。乜嘅事情啊？我去美國讀書啦。哦，真的嗎？那幾好㗎？美國華盛頓大學公關游說。公關游說係乜嘢啊？就是在國會幫人家做一些政策的擬定，或者是在公司幫人家做擬定，就是公關策略這樣子，帥吧？哇，行起來一成千呢！啊，佢冇衝，唔衝唔會走條路誒。有咩點唱呵？他又覺得幾好搞，我想試試看。加油，唔定做得咧。後邊。冇出過來，你叫進來啊？唔得哦，叫我有冇睇啊？叫我是進來。哎呦，算了啦，我跟你說，要是他不回來的話，那就做一隻乾眼冰影。那等你去飛行傘的時候，就在最高最高最高的地方把它丟下來，那好不好？Good idea。麗君，謝謝你，我請你吃冰，走。吃冰哦？對啊，你很摳哎。會嗎？很大方了啦。可以吃滷肉飯嗎？好啦，這家還是一樣很便宜。好不好？不然了。不走啊？
报告学长，新进员警高昌伟报道。很好，很好。那你先进去休息哦。谢谢学长。学长，高昌伟。哦，你好。请问我的位置在？你的位置哦，你赶早，他位置在哪里啊？那你12点钟方向啊。哦，这是你的位置啊，你的。好，谢谢。你先跟所长打个招呼啊。所长。对哦。所长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所长是谁啊？所长，高昌伟报道。你好，欢迎你啊！学长，我听人家讲说这边的山老鼠都很可怕，是不是真的啊？没有啊，其实就跟他们活一下感情，就比较不会那么凶，不用沟通。真的哦。学长你好厉害哦。没有，以后要多照顾呢。可以，你加油。谢谢学长。可以。小 B。你都没喂他吃奶哦？你看我像有奶吗？谁要记？13年嘿。係啊，都了做埋，做壞事哦。掃門啦。因為我去哪啊？等人去比下，等下唔會夠永遠咯。好啊，比下咩好啊？好，送來。我好冇管，一群做兵嘅做過嚟，我哋睇一家，想出去從送機，因一定想唔到真相性嘅人會係慢，係李總吧？佢叫到還厲害哦，就因為佢都太上嘅，佢從嘅人話老到發生乜嘅事情，甚至就過落看佢。我捱到睇一家唔但唱歌唔出來，連到還才是笑出來呢。阿伯我咪佢講，呢陣唱喺做個聽聽，佢當家如果真係嘅，對我來講，唔係唱佢哋行聽聽啊，係咪當家就真來？做朋友要去南風，
唔記得冇？南風天係青色黑比嘅，對沿行嘅人來講係一種祝福，對留下嘅人來講係一種安慰。嗰條北風嘅日咧，高鐵咧，嗰日頭唔可以用叫空電，係阿偉一集講到，每一集講到蝴蝶館，蝴蝶館我去過誒。冇啲兩位，人哋要做好準備，定兩位太孤獨做來，人哋再來叫下大餅，好冇？唔做來了後，人哋老紅也未講好，有啲南風地都叫下比，唔知道用嘅啊？記得他是個這個店，你老阿偉這個店，蝴蝶館的用藥唄，沒這個店。睇下種母愛，做埋會轉來幸福你嘅。講真的，愛氣感咩唔對啊？哦，較早有講過啦，一定是因為這個缺太好了，所以你才會跑回來，對不對？他還記氣感上一下有講誒，不對哦，皮主從你來到這裡之後，就這麼衰啊，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，這個缺哪有那麼輕鬆啊？怎麼講啊？從南到北哦，有那個當兵嘅警察做你強爽嘅。俺倆都來到一個三分嘅所在做事，可是收拾了味嘅，收拾對嘅事情，收拾對嘅人，再個亂，除非希望了個地方做你變到較好、較幸福。當然希望自家要做你變到較好、較幸福啊！用咪講，按你講好啦，大家就將迄恐怖卡嘅人用嘅啦，錯，迄家人，俺哋唔知啲幸福裡會有我卡，但係愛知。像我唔用什麼要愛人順後嘅人，也順後嘅人，咪會強要愛你對你。無論對哪位嘅，記得地方應該就會無卡。也希望嘅程度，認識我，有程度。蝴蝶館無通我去啊吼。阿先啊，來來，我話你講一件最重要的代志。你是在講啥啦？啊？你是被搞造帶壞是？無啦。亂講話，工作啦。啊，一
一个蝴蝶馆，200公尺，2个检测点，这囡仔。你是无强拍哦？哦，无代志无。差不多啦，坐一坐。好了。哎呦，跟咖啡长得很像哎。这去变的啦。嘿哦。隔壁装的你。嗯。如果说鼓不好的话，效果差很多。鼓有高低音的，然后它两边那个旁边那个，它那个 high net 就是旁边这一块，还有那个 crash 啊，那个音都不一样。啊？对啊。请问有人在家吗？查户口哦。在这里，我们不是人吗？那简直是棒棒的。根据我多年在此地服务的经验，还有你身体表现出来的状态，你去查户口哦。喝几杯？你还很清醒，应该还有一半还没有查哦。就他写的曲子是这样嘛，那你就只能编成这样啊。可他希望你编得更精彩一点，但是他的曲子就已经。自